最近我哋一家人呢就買咗香港迪士尼樂園嘅年飛啊！今日我哋就去香港迪士尼樂園行下。我哋喺青衣站出發，我哋坐港鐵嘅東涌線去到欣澳站轉車，再去到迪士尼。大家可以留意沿途嘅指示牌，留意返沿途嘅指示牌。大家認住呢個3號月台，係去東涌或者係迪士尼線嘅。乘搭迪士尼線可以用八達通購買車票，又或者係以上嘅電子支付入閘都可以。入閘閘口嘅附近，大家可以見到售票機，可以選擇返去嘅位置，例如係迪士尼。迪士尼站嘅收費係17蚊，小童係8蚊。大家可以留意返呢個係3號月台去東涌同埋迪士尼線嘅。我哋去到欣澳站轉車，向前行一陣，個對面就係迪士尼線。呢個月台就係迪士尼線啦，我哋喺度等迪士尼線嘅列車。話咁快就到站啦，大約坐咗5分鐘。迪士尼站呢度呢都好有特色嘅，佢係一個半開放嘅車站。迪士尼站呢係有洗手間嘅，可以去咗洗手間先。迪士尼站呢係有洗手間嘅，咁大家可以留意返指示牌，去咗洗手間先。出咗迪士尼站之後呢，就會見到一個好大嘅牌，寫住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。我哋一路向前行，樂園呢係10點半開放。前面呢個位置呢，就係寄存行李嘅。迪士尼樂園入邊呢係唔俾帶大型行李嘅。寄存行李嘅費用呢係每件150蚊。喺呢個位置呢，有個迎樂市集，大家可以買啲紀念品。30蚊一支水，大家記得要帶齊飲用水。近排香港嘅天氣都幾熱啊，而家已經係12月份啦，但係仲有成26、7度啊。去迪士尼樂園玩呢，建議大家要帶遮啦、帶帽啦、帶風扇仔啦。進入樂園之前呢，大家要進行安檢，打開個袋俾保安員檢查。進入咗園區嘅左手邊就係買門飛㗎啦。我建議大家呢可以喺網上嘅平台購買，會比較平啲。買咗門票之後，可以過嚟呢度排隊入閘。入咗嚟之後呢，有一個好靚嘅花園，大家可以影下相。前面有一棵好大嘅聖誕樹啊，我哋過去睇下。大家可以排隊同唐老鴨影相，你哋睇下有幾多人都排隊。另外一邊呢，就可以同米妮排隊影相。而家呢個位置呢，就係美國大街，大家如果想購物買手信，喺美國大街呢度就最適合大家啦。前面呢度呢，有間餐廳，佢個名就叫做火箭餐廳，大家可以睇一睇佢嘅食物價錢。亦都可以電子點餐，嗌人名出嚟啦！皇室宴會廳係其中一間餐廳，我哋睇下佢食物嘅價錢啦。懷着信念。
下一集介紹其他樂園裏邊嘅設施俾大家，再見。